讲到平湖渔船大进版88号，互中国扣押超过1个月，近日传出讲这船头家含家属会当去到厦门探视，不过当时会当放倒转来是也唔知影。另外，中国各大办官方网站正增加着挺治台独分子的专栏，搁再提供检举信箱。刘宇辉就批评讲，鼓励大家去检举，颠倒会害着真侪人莫名其妙受到牵连，也呼吁中国着爱做正面而且是良性活动。伫金门县湖钓鱼人车车顺利登出了后，平湖籍渔船大进版88号案嘛有消息。目前包含4岸船长、4顶的台湾籍船员加印尼籍3渔工，拢也伫对方扣押。不过传出前立委林炳坤12要甲船主甲家属去厦门协谈，进行人道探视，不过什么时阵会当释放也唔知。希望对方在完成有关程序跟规定之后，赶快释放我方的人船。不过，中国好亲像释出嫌疑的同时，看各大办的官网出现真显目的标题，写依法定治台独顽固分子，列出包含副总统萧美琴、国防部长顾立雄等10个台湾政治人物，各提供举报信箱。各大办发言人朱凤莲阁讲，希望台湾民众甲台独顽固分子划清界线。不过嘛，伫名单内的陈嘉华表示，唔惊中共敢若乌道共款的恐吓。中共在恐吓，然后找一些人当作箭靶。我们支持台湾，支持民主，守护台湾，守护民主，不用去害怕这种帮派式的恐吓式的做法。设立一个检举信箱，也就是鼓励大家去做检举，鼓励这种检举的风潮一旦形成的时候，会造成很多人会莫名其妙被卷入。刘委会批评相关的做法对两岸交流活动制造更侪障碍甲伤害，呼吁两岸良性互动。学者分析，北京对台湾用车也用媒，必须注意通奸目的。软的一手，好像中共有善意的释放，并且来借此去凸显出说，像这种硬的一手的问题，是台湾部分民众自己所不接受中国的相关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前提，才导致的结果。最近中国对台湾施加压力，唔拿定治台独，就连巴黎奥运也一直有中方人士对台湾施加压力。学者认为，北京想要统一的主张唔要改变，2年总来做法袂使无提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